那个，我是前2天已经看到你来我们的歌就已经上了一个热搜了。哦吼，哦吼，没想到吗自己？没有，你全身心在投入这个舞台。OK，其实我觉得对于你来讲，这个是你参加的第2个比较大型的音综节目哈。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对，是吧？但是我也知道其实丽君一直最新的实际上还是粤剧，希望通过这个舞台更多的来推广粤剧，让更多人来知道粤剧啊。对，是的。那参加完第1个音综之后，自己对于自己在音乐上的认知有没有什么更清晰的？我觉得，因为我对于平时我听戏唱戏更多，所以我对于歌曲方面其实了解的并没有那么广泛。所以我觉得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舞台在充实自己，了解更多吧。就上每一个舞台都是一种学习。那其实更愿意在这个舞台上唱流行音乐呢，还是唱你擅长的粤剧？我觉得呢，就是肯定主要还是想要分享，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我最擅长的这一部分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舞台上一定会有各种风格的歌手，然后我也想要通过上这次舞台，然后也给自己充实点新的营养。那你这次来，你的恩师毛维涛老师对你有什么嘱托吗？放平心态，好好表现。OK， 好，那我们。因为马上待会儿就要录了哈，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在舞台上，我期待你的表演。我们就先不跟大家透露哈，如果今天丽君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话，她会带来什么剧目？因为其实不太确定啊，因为我们的选手们会有 solo，也可能会有合作，就要看抽签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那你希望今天晚上你的表演结束了之后，微博上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关于你的热搜？有没有给自己想好一个词条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没有去想过，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词条。说实话，我从没有往这个方面想过，因为我可能更多的想的还是，在这个舞台上怎么样去展示好。如果跟歌手们就是有合作的话，可以怎么样把舞台尽可能的做好。没有去想后续的网络上的一些东西，因为那些如果你看了有好的或者不好的，对于舞台上的影响，我不希望它对我舞台上产生影响。明白，了解了。我现在就已经想到了一个热搜。对，主持人为什么和陈丽君是2个季节的人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谢谢丽君，谢谢。